家家有好声，马莎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扎威。大家好，我是欣欣。我臭爱啦！你伫个做乜嘅？錄影咧？我啲前面嘅病，看那走睇啦，我要重來嘅啦。表乜嘅？你啲乜解冇？歸法書。哦，係哦。有一句話講：物之美者，招搖之貴。哎呦，見唔見變身讀書人啊？姑娘，過獎啦，冇人啲啊意思冇。解釋講吼。最強的地方，一定要有一隻龜書搖擺着，哇，那就是心曠神怡的龜書嘛。講到龜書，我就想起來哦，你點冇可能啊？動作以前啊，日本嘅人為到要平安富貴，我卡就會種龜書。嘿，古所講啊，係當時尋講最好嘅位嘅，因為係尋到最好嘅位嘅病啊，龜書。怎會想到貴人來？貴人來，你歸法出為開眼看。啊，貴人哦，是不是英國人？冇啦，我啷講到歸法哦，我要搶到真正係貴人。哎呦，桂花人。桂花人？冇啦，他是這個職人。害我嚇一跳。人。真嘅哦，佢寄來嘅花吼，我真係唔可以寄來，我出一天做得幫人哋歸法開發啦。好，就搶起來。好啊。汪明嫣。桂花職人，哎，哇！啊，你好熱嗎？有醬嗎？主持人好，好有氣質哦。哎，謝謝。唔是開發，來做批鬥香米嘅哦。你好啊。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來唱你的聲。哦，我聽白了，家家有好聲哦。來賓帶按都登錄了，哎，你知道你的先生嘛？該好。先生給他重口味的泡菜好。重口味的泡菜。對對對。跟你貼片中。你給客家的泡菜。哦，客家的泡菜有嘛貼片的地方？啊，佢係用嚟你的醃那個豆腐乳做嘅。豆腐乳。豆腐乳，係。這有客家的米線。真健康。好。一般是韓式也好，再講台式也好，跟米線龍客式的不一樣。客家就是有那個當傳統那個，你講豆腐乳。唔會特別酸，也唔會特別辣，很溫和的泡菜。好。不過有一些辣吼，會主持啦，講講法講唔清楚，很勇敢。給啥來什麼解？豆腐乳是對位，看看啊。你說豆腐乳，所以做嚟係豆腐乳。因為啲白看到按你食的豆腐乳呢，細啲啲哈。兩日頭曬嘅無香香。哦。對。日頭曬哦。冬鹽米啊哈。唔會死鹹誒，香香。冬腰。係。係要嘅香哈，唔係講像按你食豆腐乳，有的細鹹，有的會吃起來它比較粗。你要當麵米，你用3碼呢頂一下，它其實就化開，而且還回甘呢。嘿，好特別哦。對啊，這個日頭曬嘅，係日頭曬嘅，自然發酵嘅啦。頭先辣辣咧下鹹鹹，我用緊曬。再好。呀，像你的色啲亮皮，亮皮嘛嘅，呀就係桂花釀，桂花釀，其實你要少色啦。最後連燈火。徐貴人，羅貴人，什麼嘢？哦，我想吼，你下桂花真正開到哪邊的嘛？開到我哋心肝。哎呦，心花開咧，哈，心，好香哦，自己釀的。對，自己釀的。我講實在話哦，大家對桂花的印象一定有，桂花當西，佢當香，佢開時節可能桂路巷都批得到嘅桂花的香。你看一佢到桂花上做得做啲一鼻桂花釀。一上映差唔多英語做扎兩件人。兩件人。兩件人，做得啦。什麼嘢來哦？唔係。我講正經好做。賣桂花轉來就正經吃到有桂人可以來，當然咁樣搶來，從要喺龍太家講吼，那個桂花，你雖然那邊都蠻耐都看得到，你應該有機會來做桂花嘅東西。沒有啲嘢啊，吼，啲鮮花係桂花，那我想老啲東西做到吼，像講到金門就會想到乜嘅？貢糖。
狗料狗两斤哦，九份，除了有那个芋圆，啊，就像苗栗烟没有有一个代表性的东西哈，就会开发了规划的东西，对。就像讲希望规划做的变苗栗烟同创业同出太家都要上到的。对对对。我所讲今日整年同分享以来哈，做了按讲我还唔做出来我都排泄咯。唔会啦。哎，既然剃头出来做嘛该？规划靠记忆。哦，靠记忆咯，你规划来吼。不过按照应该要啉到嘛该吼。就系披个柠檬汁。哦，雷梦子，可以去一下腻哈。哎，对，来数一下，开始来做哈。好，先做嘛该？不用先拿去腌一下，腌一下哈。我们腌的那个材料啊哈，有个蒜头，阿姨还优秀的就做用切的哈。没得菜多就干嘛用切的？现在哈，我就用安尼。啊，用。时间，来问嘛。时间安尼哈，较夹。你像那东西啊，你想好个蒜头米较重，你就这样搞对喂？呀，无嘛该个腌制的，一切吃油了哈，好，大家一切，切油，差不多切一下了，好，切一下，安尼给台湾腌米，腌米，姜麻去腥啊哈，系啊，姜麻没做切，没做用拍的，哎呦，安尼腌啊，差不多腌几久？啊，就讲按葡萄腌啊，腌就冰蛋，咱就靠做的，好，姜麻，还有乜嘅？然后安尼做的会点米酒，好，多点米酒，点米酒都好，可以顺时安尼的。好，还有讲，还讲有生意的，他冇色辣，你就冇标案辣，天爱时间啊就好色辣的喂，好，一滴滴的辣啦，它就提味了哈。迄讲讲辣个地图个紫做得到去种提起啦，安尼哈，就唔会安辣，啲辣就会太黑唔会安辣，唔会安辣，唔过香米，要辣这香米。当简单哈。好，冰落去，其实来冰物解。青葱油呀哈，因为卡哈，如果按你特的豆腐仪啊哈，佢酱汁啦哈，唔是大上，哈，冇浪费，所以等于冰落去。好了，你用汤匙好。好，还优秀的喂。那香港你按酱来，用优秀的方法。当然是亮皮。什么名来这样呢？好，还要嘛该？为了哈要让它上色哈，我就加一些这个桂花酿。桂花酿可以上色？对，会让它因为是蜂蜜本土芒啊哈，安尼所以的比给种的大家靠的时间哈，也让这个对颜色还有颜色，它后色看起来还像颜色，是，看要当酱。哦，你家说那个桂花酿是用个泡的，系嘛？系啊，做了泡的，系。好，加冰的料落去哈，利用水把它按摩一下哈，让它入味。对，入味。好，大家就冰个冰上哈。冰冰上哈。天光要烤就拿来烤。嘿，当然啦，你冇法度等到天光啦哈。天光要做好的哈。来。啊，粗边按比较入。冰蛋冰按酱，咸也按酱，看啦，你眼弄翻过来。好。来，拿一只份太下看，你啊。这用鸭子黑，按补子黑，有乜嘅检查？啪啪啊，这就是颜色啊哈，冇同样，好，佢三个人来做乜嘅？用个烤网底摆，用烤网底摆係嘛？誒，其實咱講起來，整個東方片，迄講第一屋卡如何哈？不用練，上一些時間，不用烤箱就做得嚟哈。但冇表人叫你講乜太鹹啦哈。要做迄個就像一個亞視有賣個嘛豆乳雞啊，豆乳雞就有安尼米湯。有的年豆乳雞哈，係用去烤的哈，我覺得用烤的會稍微好一點，把油脂烤掉。好，安尼是麻煩一，麻煩一哈，不要哎，我們上下火要多少？200度左右，上下200度。烤多久？对，烤20分鐘。20分鐘。對，差唔多啦哈。好，今天烤的時間啊，就嚟做個檸檬汁。哦，檸檬汁，那用乜嘅？同樣係桂花釀，還有你準備好嘅檸檬汁係冇？你差唔多幾多汁檸檬？咁還有10汁有哦。10汁哦，檸檬原汁。檸檬原汁。還有你講準備好嘅桂花釀。好，來開始做。我知道哈，啲啊小水先倒落以後，倒黏落唔怕。媽媽攏講加你嘅黃姐姐哈，佢攏加烤箱冰落去，講要20分鐘咪吼，不過等5分鐘做好，要先拿出來。刷這個桂花釀，我同他講一下哈。我所講烤箱啲嘅煮，你阿味咧，好冰下去。好，我就
它要四角色一甜吼，就四角吧。好，嘿，差不多一勺糖匙吼，按你一勺茶壶就做的，嘿嘿。要手茶来泡加个法米这样会出来，嘿。一般的是茶米哈，像有是茶包啊哈，像这种规法按 CC 洗澡，做来做茶包嘛。对的啦，也讲单枪按呢泡再滤掉。有人这样泡茶包，其实会老茶叶用它泡，就会有个规法的味道，其实要按呢差不多要焖个3分钟，给它个规法的味道出来。好，给出冰冷哦，冰冷哈，冰冷给差不多你加大水骨差不多也5分钟的时间呢。好，烤那个鸡翅拿出来对吗？好，你要刷那个桂花酱黑吗？对。你要用刷子刷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要用刷子，我不是用刷子刷，我用那个。你要嘛该？刮刀。刮刀哈。就掉，好，来准备好。哦，好。我就用点刮刀啦，哈，用点木嘛该。其实啊，哈，就是它叫涂上去，迄一团唔怕啦，其他再烤的时间，其实我给用它，嘿啊，就要熟啊，哈，你这么它好黑啦，它这种诶，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道那个程序，对。好了，对。青菜靠青菜哈，青菜生，对啊，真零失败率啦，嘿，失败，真嘅，杀来哈，一面涂好诶，还一面反过来，两面做它酱啦，涂两面啊哈，再用容易烤啊哈，做它酱，好，上色嘛哈，然后又有桂花的香气，对，好，按你涂哈，它按你俩烤出来是冻酱的啦，俺讲馅料要创啊，冻好是鸡翼，真嘅哈，冻好是鸡翼。其实咧鸡翼啦吼，讲进去好啊吼，要食鸡烤鸡腿，鸡翼唔好食鸡翼。唔讲我今日用的迄土鸡，嘿，真嘅冻 Q 啊。好嘞，好，安尼面吼，好嘞，啊，前好不容易哦，真嘅。冰落去哈，再冰落去烤20分钟，嘿。 20分钟转来，你出做的是鸡翼，还有等一下那是桂花酿啊，柠檬汁，莫这块20分钟。哇，20分钟哦，麻烦英英拿出来，声音哦。就批到香咪嘛。有当香，而且那个颜色好好看哦。系啊，小心小心。是懂会上色，嘿。好，来。 哇！你看到规法吧？出枪唔讲嘅规法啲蛋杯，还有油跌下来哈。这样你就在省中盘哈，我们桂花让它泡一下下。好啊，好。天天的中盘。好，好香哦。系啊，好。哦，你刚刚讲的爽色係啲嘅哈，出枪會爽色。嘿，出枪你有想是这个煮东西，譬如说我们要煨煮，什么时候加麦芽糖，就是会爽色，糖色冻浆哈。 摆起来就有响应什么？有当响应哦。佮啥来出来做？你家讲那个柠檬汁的哈，唔係柠檬汁較特別，因為你先泡人哋桂花釀的嘛。好，啥來做嘛該？其實按你做的是，唔過按一邊嘅本頭，沒本塊，讓它冰鎮，涼。桂花釀也是可以泡咖啡，泡咖啡就不用那個。 加糖，直接就可以这样。按呢，然后柠檬汁，然后再倒柠檬汁，柠檬汁也是一切水性的哈，除非你想要食一酸的哈，要慢慢香味。其实叫柠檬冻香，批到嘞，因为係原汁嘛哈。哦，按到落去，按你好。这叫柠檬冻后啊，身体会调整出碱性的哈，调。当然啦，爱呛一下，按你虽然看起来动态很大气。 不过那种装起来好吗？好啊，装我俩咪酱本人看。什么哈？唔爱，既然是小帮手，就帮到。对。今边的菜煮的好唔好食，有一般那个种的啊。讲太细哦，责任哦。你看，毕业都准备好的哈。好。来，龙太家讲，来请太家食的黑马街。桂花烤鸡翼，然后柠檬汁。来咯。
早晨调好当无限，就下夾。前面泡差不多3分鐘到5分鐘，好可能要生羊的樣硬的啦。哦，一糖我哋上張戳啦。係啦，好，安尼煎，兩面擦擦，兩面係嘛？好，塗上去哈，因為佢sausau咩哈，安尼塗上去。其實會溶，安尼就做加乳酪絲的烤。做得嘛？做得。哎呦，好。哇。好，跟住來夾起來。哇，好香哦。來，你講來聲哈。桂發烤雞翼，哎呦。你做設計下。我幫你服務啦。啊，謝謝什麼？哎呦，服務當好呢。美少女怎麼可以自己來呢？家很姐姐呢。現在變美少女，因為我還是細皮。好，青紅色啦。雞翅好漂亮。因為係時間未當好食，當球哈。因為你土雞啦。土雞因為當然魚肉本身是當好誒，再加上它剛剛塗的桂花在上面，上色以外，當好是當香，焦焦的，能夠很 Q 哦，有個楓糖的效果，吃起來那種焦香味，黃貴人，公子我在這兒謝謝您，不客氣啦哈，那你要乾杯了，自己想喝，要檸檬汁吧哈，粉呢？唔過佢酸酸又香香哎，你會忍不住把它喝完，然後喝完以後就會開始覺得怎麼辦？我喝完了，給桂花香吼，用檸檬整根凍搭，但槍色花有點涼甜，加上檸檬它中和了，超毛哈，你看嘛該？哎，有禮貌冇哈？咩？你係佢嘅說明書哦，嗌出啲誒嗌。桂花娘很做的做嘛個料理，我看一下我上個料理，我有看到青貼片嘅哦，冇談過嘅，西式嘅，西式的料理，用桂花用哦，上唔到，係嘛個？因為當建築，講開它，發龜吐司，哎呦，講到發龜的哈，發龜東西，重要的又來了，太搞到第二邊嘛個哈，先來做一下。發龜吐司，好啦，清簡單，因為大概有讀到發龜的時間啊，一開始都會講乜嘅 Bonjour， 發龜吐司，談起來就是看到法國麵包的嘛，哈，個龜一定是龜法嘛，哈，兩位閨女要來做龜法，哎，我當幸福哈，當然同大家講，法國吐司特點呢，所以講它一定要沾蛋液。哎呀，作為中西合併的啦，就是要聽到你這句話。好，來介紹一下，你做法國吐司最重要的係一定要盆呢，係要盆的啦，一定要盆呢，因為泡開發哈，佢沾到那個蛋汁的時候，它就扁掉了，剪起來冇好看，叫佢硬嘅。故所講一定要用盆呢，哈，還有啲係乜嘅？乳酪絲，乳酪絲，一般的是焗烤用嘅，哈，還有啲係鮮奶冷水嘛，哈。還有當中一位，除了你嘅桂花釀，好，開始來做，唔係成做嘛該？好，我哋啊落西汁落，不用落去，係。這蛋好可愛哦！哎呀，細細隻嘅哈。亂蒙哈，還有夾紮實哈，碎下薯哈。西汁落，差唔多按依做1:1啦。你要是漢陽的有蛋撻米頭，按你按圓圓的哈，你做鮮奶就不用遐多，鮮奶就好食口味啦。口味就不用按多。哎，你啊快嘢拿來哈，然後去調勻來哈。哎，底部卡有時候早晨調好當無限，做下夾，再來調勻來，係勻出做一得嘅哈。好，安尼軟大好誒，準備一張有層黑層咩？係，滿錢哦。安逸嘅吐司做一得泡到貴海泡落去就做得，係多一半就好了。係，先多一半。先多一半哈，先泡一部分。好。先別泡，差唔多3分鐘到5分鐘，可能要生羊那樣硬的啦，差唔多按你做做泡2滴按你，按你2泡2滴啦哈，咩唔好泡太久哦，泡太久會燙羊，係燙羊，就唔好嘅，按你愛油哈，因為亂是油嘛哈，橄欖油，一啲啲嚟就做得，唔不要，好，咱唔用一啲嚟哈，一啲其實一啲啲嚟就做得，細火嘅哈，俾輕輕的煎一下，好來。
一只我差不多再剪2只哈。一片啦，一片啦哈，安尼去较好剪啦。好，3人出笼，咱我一只标下去，中央2面，两面，尽量本给嚼到蛋汁哈。跟人家吃到太家对规划接触的长度有高嘛？同高啊，已经啊没有利烟啊，伴手礼青头买就会规划。你看规划太家讲做得标嘛？做的。一般来讲，太家讲规划，一谈我哋上张错啦。系啦，太讲规划做桂花酿啊，做泡茶以外，做的主食，像刚才你说的桂花烤鸡翅，你吃到你做很多料理来讲，你吃到最好吃的桂花料理系乜嘅？卤猪腳。哦，真係一嘅。卤猪腳。卤猪腳。要好嘅吼，10分鐘前就來冰落去。豬腳嘅顏色咩凍醬，有桂花清香。香油的法做得上色，桂花做得上色。桂花做得啦，因為佢係清好嘅中藥材。哦，真片哦。好，安尼就差唔多。我做嘅桂花釀啊，我最簡單做嘅就係做甜嘅拌鹽。哦，你香港人真好誒，其他當好用啊。唔像煮番薯湯吼，不用一啲嘅落去，主要嘅種係像烤番薯嘅芋頭，係，然後有一啲桂花清香。像我吃到日本人啊，你喺台灣咩有啦？譬如講櫻花開的時候，就會做櫻花大福啊，哈。像我吃到台灣桂花。暗香暗紅，其實沒做的試試看啊，像人的糍粑，有冇融合一下，做成桂花大福？有冇？做得啦，哎，這創意料理啊。好，安尼做的，兩面擦成冰面，係冇？好，哎，黃老師，你看一下英英嗰邊做的嗎？做的，哈，我做冰了。好了，2位貴人，哈，在這邊煎我們的吐司，就由我為你服務。來。其實佢哋按你少少，我就可以直接來塗嘅桂花釀嘅。哦，按你本剪好，我來塗桂花釀哈。塗上去哈。因為佢少少咩哈，按塗上去。其實會用。係佢會用嘅。用你家剃頭嘅烤雞翅，共用嘅土裡哈。係啊，就當簡單塗啦。咁伊係佢食到。是個有點稠哈，安尼就做加乳酪絲的烤，生也沒當好生。哎，用乳酪絲不用上去，這樣要進去烤嗎？對，這進去烤個大概10分鐘就可以了。對，就有焗烤的那個。這吃起來很過癮啊。好，好，這個放烤，你2個做原味，然後2個進烤箱嗎？好啊，好啊，沒錯的。呀，其實是個洗到咩是個質量啦，質量。看這個要洗幾度啦，冇講太多，咩冇太少，哈，洗度度好就好。廣東人食披薩做是巴士嘅。係啊，所以佢有它過癮啊。好，跟嚟出夾上去哈。好，謝謝。好。落去共用要烤幾分鐘？大概200度15分鐘。200度15分鐘，係啊，好。看你20插掉呀，沒插嘛。好。對。其實我知道因為熟的嘛，哈，我覺得只要讓它融化了，差不多5分鐘、10分鐘就熟了。有人有冇是這麼焦？好，這2個是桂花釀的原味，係嗎？係。我們來做2個原味，然後2個焗烤，好不好？你要一個個哦，當然咯。我細細時節啦，我是想講我要開早餐店。你講吼，我早上爬不起。我看正就要動到早午餐啊，早午餐哎，係哦，對，這接班啊。可是我怕我到午餐已經是5點。還有一堆哦。好，王先生，你看一下哈。比如講你哈，你自家做設計啊，吼，你桂花你就吃到講，沒有你的當創業的名聲，更有想講嘛，把我們的桂花推廣到國際去。有啊。有哈，嘛知道外國人一聽懂一點，特別嘛個英國人。哦。英國人愛喝茶。搭飛機就要嘅茶。係啊。也選東南亞啦。東南亞那邊，他們也懂好的桂花，因為他們也有種，天天用的料理，天天。你今日問哦，你台灣的桂花啦，老東南亞嗰片的桂花有乜個差別嗎？看佢愛種乜個種，像我哋有種的就係四季桂，有金桂、銀桂，我們四季桂就採收較多啦。
差不多7张烟的时间。哦，喺台湾来讲，就太普分咧种出你讲的四季桂。四季桂给它贴心系嘛解？加迄乳白色的啦。哦，乳白色细细类的，不过它因为佢开发吼，佢应验是去冇啦，就开7张烟差不多。哦。所以印开，所以佢有香化、美化、绿化。因为净化空气，当好啊，所以你啊懂得苗栗烟呢有空的体吼，其实为了种了个桂花苗，桂花苗，所以采桂花要做买树苗，所以就容易做得去买，所以我也摘的吼，一般出现人动态腹地吼，啲种的，其实冇摘啦，所以我哋就是抢工艺摘。哦，一听到边爱讲起来，因为我觉得每一层有层的转压，好啊，知道，譬如讲你做设计，我们好好来包装产品，顾好品质，好种诶就好种，熟诶就好熟，每一关层把关之后，你出来就最好的东西。系啊，当然爱推广嘅时节就爱有本人设计东西嘛，嘅料理嘅部分啊，有几多种嘅料理方式咧？最基本就係泡茶、泡法茶，泡咖啡、泡奶茶。做菜哈，就是我们不断在研发了。做菜对，炒过20种哦。有，有网站上懂得食谱。本人看做的去家做。你有你唱歌诶，还是我想到歌，譬如说8月桂花香，有嘛哈？还有万芳村的桂花酿，8月迄阵里面迄桂花散桂嘛。其迄款甜食啊，迄讲吼，你甜多很甜的，个体造清凉的甜食，伊开出来的法系清香的，提100块的。我们桂花哈，为什么制作成本可以说没有这么的高？就系因为大家种案都没有，佢也冇炸，我哋就本爱你就炸，我哋就工钱天天啦，好，你看一下你个吐司有用的嘛？做得嘛？做得，安尼是干嘛做得嘞？加王太子讲，一听到淡薄有一滴的辣，小心哦，小心焦的啦，哈，好，哇，好，跟住来夹起来，差别本意。向下，了了当乖。本来吼，王太子讲，我啲木卡色啦，一听懂太房，所以讲跳，要层叠的叠上去，知道吗？你讲来上一本妈妈看一下绵咪啊，还有那些焗烤啊，2种都有土豆桂花酿，不过2种有某香用的米，哇，好香哦，感觉又到了法国了。我要说什么 ？Bonjour。好来，王太子，对了哈，王太家讲，来唱太家说的，听一套出来很多嘛该。八龟吐司。来呀。饭出哦，还有泡一些冲成爱吃会头来忘车的。哇，洗见了金酱咯，洗见了金酱，劲棒。要炒个烤，你看，切的。哦，剩料起来。金芒很香哦，好香哦。我来泡来拌燃，它不用阿姨，它说在里面备一滴。哇，听到那声音，原来是这样。对，在里面备一滴汤香。这个声音好好听哦，好好啊，浓厚啊，沙沙落嘅咧，沙沙起来，莫顶两球。Bonjour， 來到法國式桂花釀咯，我來食鹽米好冇？要輕鬆要走神頭啊，吼，舒壓提神啊。第二年做勢吼，壓力痛太嘅，啲桂花釀有舒壓提神嘅效果。真嘅哦。係啊，所以我特別做成時間會裝備來食。係，要當簡單。我這裡我想到，我以前讀書嘅時節啦，學校各種嘅學校啊，一排。
送一排龟酥，来当气氛早晨就去读书的时前，除了批到规划上面，就像上到，就不管上到还有上到讲，早餐的时候啊，带着早餐，然后走在桂花的那个校园里面，你干嘛？泡菜唔摘落身。冇。藝師嘅咧係用煮烤用培嘅啊，佢除咗奶油嘅香味之外咧，佢嘅桂花嘅香味也用下用培過之後啊，西施嘅香味呢，對，就是清香清香，嘿。我知道你要說什麼，你又走在香榭大道，對不對？在普羅旺斯。泡下午茶也可以啊，下午茶做的哦。早午餐。對啊。哦，三寶，三寶含啦。那更上講，我那一隻主廚吼，做得唱佢出來。攏按講嘅皇太子，帶落按好嘅桂花釀做好食嘅料理吼。應該唔係興起人係 PK 啦，嗬。冇，搞料啦，嗬。馬薩咁攏唔 PK，你輸唔嚟啊！用嘢東西做最好嘅料理本身，大家上到。有一三年，佢搭擺來，你本來你驚喜當道，譬如講佢做當道異國料理，雙擺係學到當道英文，你阿擺看佢做嚟做嘛解好嘛？唱佢出來，歡迎阿邊個盧俊斌，阿邊哥，來，哎呦，一代一言道嘅嗬，係要啊，雙擺學英文，你還有學到法國話嘛？冇咧，文學。Bonjour，你做法國吐司哦，當有特色啦哈。嘅桂花釀對你嚟講應該係當熟食啦哈。做得做當到食咧，不過大家印象中都係做甜品比較多，跟你做乜嘅？桂花釀蜜地瓜。地瓜。哇，我很喜歡吃地瓜。拔絲的概念係冇？其實用拔絲啊，我哋講桂花釀其實。那一種上到上咧麥芽糖啊、麥芽糖啊、蜂蜜啊，一種嘅放置，其實佢做在別當到東西入面。聽起來就懂後生。好，給夾夾嚟做好冇？按到桂花釀蜜地瓜。桂花釀蜜地瓜，哇！我覺得這個好繞舌哦。你講一下你的那個海風。桂花釀蜜飯酥，不影響你，真沒有影響。好，阿邊個見譬如本來你驚喜哈，假如你見問皇太子講，做乜嘅，我就冇講到桂花釀也可以做一些很特別的甜點。我只知道，譬如說桂花糕哈，蜜地瓜你平常啲食用麥芽糖嘅蜜地瓜呢？係啊，這是很多重要嘅，但係應該要係冇。好冇窮咯，要加啲板山。哎呦，要加啲係喎。一般嘅沖到糖多嘅咧，所以桂花湯嘅，呢是煮嘅，煮嘅，佢邊仲係泡嘅，像食啲冷淡樣嘅。你看起來就吃到當中結婚哦，攀走嘅時間都係寫半年嘛，還有蜜地瓜，不錯誒，冇窮嘅感覺。好，來可以做，然後薯條皮小小的哈，開始切的。因為要用泡的，所以切好冇切向太快，其實切到板山產到太陽面是。龍板也差唔多，平太，產到輕量平太。所以凍好熱後計睇色。開始熱後樣嘢都好。皇太子嘅桂花釀咪係用蓬糖，凍牛嘅蓬糖，麥芽蓬糖，咁你要做咧拔絲啊，嚟到其實咪可能會做用咧麥芽嚟到嚟做。好，切咧按水嘅時間咪順手大家講講，你講咧有澱粉嘅東西啊，甚至會講佢會燥啊，所以從有人講熟好實會進水，但是記得啱你講，今邊做嘅料理嘅方式，像今邊啱你會泡，所以睇話啱你是冇進水，因為佢會泡。會油爆，已經進到水裡邊度，等下嚟泡哦，就會嗶嗶啵啵咁樣，好，係咪當簡單嘅是我哋嚟泡？其實因為你按數哦，有澱粉哦，泡嘅時間會好沖。其實溫度唔是凍過，那是所以它可以變落去咧。中高溫係用。中高溫是做得咧，落以後是可以見色泡，一甜甜嘅泡。中高溫就差唔多150度到170度嘛。差唔多，好。因為你飯酥哦，佢
真个东西去好冲，叫要沉到带下。对，就带下，啊，安尼用的时间咪莫像安尼冻入腹安尼，你下倒落去，伊咪摊到慢来的。给阿兵哥，哎，你大概你传统设计这种拔丝类的东西，不管是乌的啦，也是番薯啦，吼，你也得拔丝。诶，做嘛件无像配咧泡的东西，莫不爱裹粉啊，也是讲爱做其他的配料的处理。其实未看你讲会做嘛该料理食材，因为那你等下会本去会加了桂花酿啊，那都会本去会做落底袂住，所以底袂系。果粉啊，其实并不也清凉饮，你酱是冇法度做到个番薯底嘛，对，啊，其他个你番薯淀粉冻够，所以咪效果那个听动一下，哦，冇听动去淀粉，基本养强它，等下怎样去嘛，养落带，哦，秋腐辣的，但係啲底水分和味道，你看了泡东西的时间啊，来看了起泡的清鲜，哦，看个泡，去泡。越多是要去底部水分，水分还有多，等下泡去水分就见到减少，泡出来见到减少。哦，然后底部都就会下松软，我会就会切切样子。兵哥按专业哈，刚通的煮出来干嘛一直帮我捏冷汗。其实冇呢，我说你刚做咩当成功啊？你看对烤鸡翅，超猛，而且吐司。开玩笑，个吐司眼咪黑眼咪哦，利用啥煎肉按酱，知道吗？哎，加上那个焗烤的不得了，系啊。唔打是豆的哦。其实有东西是样煎蛋，还用活的东西呀，哈，这煎按做那个那吐司，呀，煎到叉叉哎，冇容易呢，你当时诶咩经验啊，不，你有的东西煎蛋做是。冻好吃的，系啊，运动为按老年呢，我安慰人。哎，你煮出讲系真话。好，你看好个泡吼，它越来越细，越来越磨，是贝斯讲，哎，你番薯底摆都给水分越来越磨哈，你听泡咯，莫不有一点擦擦。哇，细见到见酱咯，见旺见旺。还有一件事吼，我同大家分享的，所以讲，太太都会讲，哎，做嘛敢来泡东西。你也煎泡的东西好好食，佢煎泡的它冇香药，还吃到油当重盐。嘿，好，你要用最好的油、最新鲜的油，莫讲一直重复使用的话，东西咩冇好食。好，古时候龙太家分享一讲，你喺泡东西的时间用最强烈的油，泡的东西就最好吃。嘿，其实因为你讲咧泡是个水分嘛，那煎泡起个东西的水分，咱就到油底袂度，其实会。变质啊，变质其实找泡东西是唔好食的，泡唔会熟，你咧蚕豆咧，好，你现在你讲东西哈叫熟的，是可能因为今天会铺起来，但是当时未摸一天，因为当时哈你跟筋类的东西啊，一种但是咧好冲，未摸一天会铺起来，好，要整个烤你看，切咧，听做来不用它叫番薯，这个那个饼它好，对啊，好，剩料了，金黄很香哦，好漂亮哦。那讲咧饭酥哈，那个泡一些冲的，爱是会头咧黄色的风饭酥，还有系风诶，风的饭酥爱是冲的来做咧饭酥汤，哦，伊只口感好，啊是伊只好松诶，口感。用种口感冇口感冇咁好，哦，泡的应该就会显得旺诶。哦，好，迄个电类咧，哦，稍的时间先煨啲汤，汤先煨啲，本咧按住后有一点甜味。哇，搓搓啊嘛，係，就個搓嘅嚇，就個搓嘅就本咧腰嚇，長誒，好，咁就用電，用電比番薯哈。係。还有比糖分充分的融合一下，汤嚟俾佢散咧，湯呀要sausau，你慢慢用它，好，你啲係催眠咧，用咧好，哦，桂花面，哦，你下出神，神本佢飯薯本佢要梅頭，所以其實sausau嘅時間吼，佢會做咧梅頭下去，所以一定會咧係即係神表。莫等下你本身泡一些，要有浪睇咧。哦，好。你稍稍一些，去看桂花的香味啊，还会嚼出来啊。这样做的，做的拔丝的效果哈。好。容易。
饲的咧桂花，桂花上去，滴滴上去哈，好，嗰啲接下再搅了。嘿，那是那个搅搅的样子做的嘞，好香哦。好了，斑染。好，而且这个很疗愈。好，有摆细细无东西好食，自家煮会拿来泡。哎，你看讲，吃番薯是很高贵的享受。好，成日哈，嘅斑染表下。其實我扮演董家哈，嘿，董家佢一下子會補起來咧。我記得啦，以前嘅老師講來時就講，像按娘型嘅拔絲嘅做得嚟發，其實吹一點點風其實沒有關係，嘿，其實你實實冷出來很好切，冷就會很好切。我擺出去切切啦。一鋪唔單係時節哈，一定係少啲要準備好來，好長嘅一啊哈。佢要到鋪起來產豆時係，留到咧苗嘅地位都去準備，哦，一下子實實落去留起來，因為嗰啲斑染哈，佢係好長久啊，越爆開來，會彈到煙啊，後每樣誒都會爆，會爆開來哈。要行下煙掉。做動神機喺講扮演一定要有縫縫嘅，這樣看起來特別好食。你看下呢哈，黑尾剃條糖粉，哇，就恭喜啊，結婚了。即係要點樣包下佢？係，包條條啊，佢係包開來，係，佢係包開來，就會後每香啊，係佢度要啲咪香，包開來都會彈，所以一定會生意。跟還要治嘛？唔是哎哈，是不是表下來？係，它表下來，喺裡面微哇，聽到那個聲音，原來是這樣。係，實在係微啲啲湯樣嘅。那個聲音好好聽哦。像你要啊，係講要愛泡東西啊，我建議就會比如講泡到牛，又係泡嘅頭，做得那啲冷東西來行來而料理嘅些做得做。係啊，即係講你講冇大餸，係啊，講已經講嘅嗰度泡到排骨啊，係呢係做咧排骨酥啊，煮麵啊，哦糖醋排骨啊，咁做的，我是泡咧五條嗰啲做火鍋，砂鍋魚頭啊，呢啲有分做的。好，誒，生意的因為嘅那個扮演哈，變態哈，好來，帶數啦，好嚟，就是冷淡樣嘅哈，擺上去。大家看哦，嘅扮演哈，冇太烈，一定下唔看下經驗當腳哈，係，故所以花一下時間哈，趕快盛盤。所以你未係講緊你講好好啊，弄好啊，實實落嘅，實實是嚟冇定兩叫。好香哦！哦，差唔多嘞，差唔多哈。好啦，最後蛋糕哦，蛋糕俾啲睇下呢個周圍嘅桂花嚟裝飾呀，乾的桂花哈。嗱，周圍，因為咧喺要暖手啲嘅香味係咪走出來？要當貼片哈。係。要學起來哈。要。像你學當好快。是都未咁簡單。係啊。所以要按專業。冇啦，你喺做的。呢啲那個不下吼，簡單是做嚟做嘅。好，係用蒙太子帶來當好嘅桂花釀，誒你阿邊個請大家識得係乜嘅？桂花釀米地瓜，係啊。口感融合在一起的時候，有一種除了很好吃之外，還加得很好玩，然後搞就是口感，對，跑來跑去的感覺，還蠻特別的。桂花釀咩番薯，來，是下辣，像冷淡樣嘅啊，來鄉下式，回頭鄉下式樣嘅，哦，番薯啊，拔絲的感覺哈。哦，番薯糯米脆脆嘅口感還沒吃到。我做埋一兩隻鄉下式，
因为番薯切切啊，跟拌盐晕晕，那个口感融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一种除了很好吃之外，还加的很好玩。然后搞就是口感，对，跑来跑去的感觉还蛮特别的。很中间嘛，感你在跑来跑去的感觉的时候，桂花的味道就出来了。米头是甜甜的，出来样的。对啊。那感覺了就得來杯茶咧。係啊，種其實本身啊，香港番薯啊，係印尼客家種最普遍嘅食材。咁個特別印尼嘅桂花釀，所以咧佢嘅質感提升，嚇，香港就性嘅一種料理嘅方式。係啊，當貼片就當好食。對啊，你看人哋皇太子啊，食到人哋阿邊個做嘅，我咪啲冇馬識破嘅，唔講食量10千有誠意嘅嗬。人家賣相是當好看，賣相哎，當好看，吃起來，吃起來就是適合當甜點。超嘛，就是在飯後有一個很好的 ending。切又 QQ 啊呢。係啊，像我哋啱到是感覺到過節啦，或者喜氣，應感覺當喜氣嘅，結婚啊，吼，這樣嘢都一定要有辦人，俺看到辦人是歡喜，就開開心心哦。中人係冇諷刺咧，諷刺冇諷刺咧。特別你係桂花就係富貴嘅意思嘛。係啊，係啊，講到富貴哈，今日真係當什麼哦，什麼皇太子帶來。就富貴團圓啊！哎呦，富貴團圓。你蒙哈拜來哈，再來把你的貴氣帶給大家，還有福氣帶給大家。當然啊，阿邊個是蒙伊咯哈，說暗號的甜點，雖然講正經啊，像英英講的，食材最基本當簡單，不過做出來人情味，還有想象空間，動態，好搭配我們的桂花釀，是蒙亮山呢。謝謝哦。什麼哈？好啦，各位鄉親朋友，有陣時候你在食東西的時間，你不用東西的時間，像我一開始啊，不用錯位嘅，冇唔錯。食東西咩強樣？食對東西，哈，還有乜解呢？你看到皇太子神康，有一個師娘對這個興趣又做了暗號，你像人哋做廚樣，加興趣做做好食料理問題㗎。有陣時咧想講喺貴人那邊，冇唔記得你貴人出去你一家，好冇？係。要這個相信自家，要看好食的料理，要食好食的東西，一天要準時收班，家家有好食。歡迎大家來煮食，真嚟了。人老人之間輕簡單、輕夾的連結，就是好料理。新的做法，新的玩味，新的境界，有限量的記憶，無限量的回味。苗栗縣好山好水好風景。歡迎大家共下來了。